只要你答应我帮我救我姐姐，我立刻就把药给你。不可能！为了遵守你所谓的规则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，一旦打开，就收不回来。你已经起心动念，你能轻易停下来吗？啊！所以我求你，就帮我这一次吧，真的就最后一次。我发誓。况且，也没人知道改变大节点的后果是什么，对吧？也许世界不会毁灭，我姐姐能活下来，也许一切都不会改变。可是你已经变了。